當召集嘅時候，根據工作人員嘅安排，準備進行賽事。4×400嘅賽事，每個接棒區都有特別嘅事項，請運動員留意。第一棒嘅位置已決定好運動員嘅跑線。比賽期間，第一棒區嘅運動員要留意全程路線不可以越線。當成功交棒後，第二棒區嘅運動員前130米路段需要沿分道跑。當運動員越過搶道線，運動員可以越線繼續進行賽事。當第二棒就到終點嘅時候，裁判會決定下一隊嘅交棒位置。第三棒運動員需按照裁判嘅指示，成功交棒後，運動員可以選擇越線繼續比賽。第四棒嘅程序同第三棒係一模一樣，運動員留意裁判安排嘅位置。成功交棒後，運動員可以選擇越線到達終點。影片去到尾聲啦，拜拜。